水菊白菜去到这节庆展览已经来到台湾啊，今仔日咧故宫和咱的台湾民众见面啊。节庆博物馆的馆长呢也专工飞来到台湾，和故宫院长两个人有讲有笑，佮在宣布讲后一届双方的合作要合作欧洲之心，规划把这欧洲的古物摕来到台湾的故宫展览。 民众为伫咧水菊白菜边啊翕相翕袂停，因为伊总算回来啊。水菊白菜出国饼外交飞9000多公里去到捷克，展出4个外国，即马已经回来台湾。我感觉真好啊，因为最近欧洲甲咱的关系拢愈来愈好，所以伫遮文物的交换。 甲展览是真好的代志。去年9月份，故宫选131组珍贵的文物，包括水菊白菜、清明上河图等等，去到捷克国家博物馆做展览。随着欧洲引起讨论，也互捷克博物馆创下上侪参观人数的纪录，吸引138万人次参观。双方的交流也看出两国的好关系。卢卡基总馆长说过，故宫博物院不会把珍贵的文物借给。 不是真正的朋友，就是只会把文物借给真正的朋友。我们也将延续这份友谊。台湾和捷克两国的馆长也来到水菊白菜头前欢喜开讲，顺续宣布一个好消息：后一阶段双方会有新的合作。捷克博物馆规划在台湾展出一系列的古物，点名合作欧洲之心。Dovolte mi nyní s radostí oznámit, že naše spolupráce nekončí. Právě naopak, přicházíme s novým výstavním námětem. Který jsme připravili pro Národní palácové muzeum a který má pracovní název Srdce Evropy, pokladnice české kultury. 故宫表示，未来过年期间，水菊白菜会伫台北陪伴大家过年。接落来3月初5开始地刷对故宫南院，照顾北中南的民众，让大家拢有机会批判一下。记者李亚轩、林曲凯台北报道。